怎么样？周大同啊，不，现在应该叫周神通啊！啊，你现在真的好厉害啊！以前有千颂伊病床凹造型，现如今有谢延琪轮椅型男秀。哎，对了，你说我们穿越过来那天，你当时是不是跟孔双双、孟姜待在一起？不确定。我那天呢，也是正好路过那辆道具车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就到这儿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那他们也穿越过来了？怎么，你遇见他们了？我不太确定，我就是那天好像看见孟姜了。在哪儿啊？就是绑我的那伙人嘛。然后我看到一个人戴着跟孟姜一样的手串，一样的戒指，哦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一样的。你没认错吧？那你告诉王爷了吗？那怎么可能？我哪是出卖朋友的人啊！嘿，他这个人精，走到哪儿都能好吃好喝的。哎，不说他了，说说你吧，你那边什么情况啊？我什么情况啊？哎，你和灵齐王爷啊？我可听人说了，皇后想暂时搁置你们俩结婚的事儿，所以我问问嘛。还能怎么办呀？别人说嫁就嫁呗，说不嫁就拉倒呗。皇命难违啊，枪赶着不是买卖。嘿，说什么呢？什么买不买卖的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这是你的婚姻大事，我看呐，一时半会儿咱们也回不去了。你以后啊，还是好好想想，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才对。今日天气不错。是啊，皇上近日气色也不错。啊，皇上，参见皇上。好，见过皇后了。是，皇后娘娘宣民女进宫，就是询问一下三王爷的康复情况。看来你与琪儿的婚事还要再往后拖一拖。皇上，皇上，不碍事，老了，不比年轻的时候了。皇上，恕民女冒昧，您这胸闷气短，神乏疲惫，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了？哦，你对医术还有所了解？是不是偶尔还会忘事，久坐后还会有身体麻痹，连体重也有所增加呀？我看你啊，可以直接进太医院。刘太医说朕胸闷心悸，也给朕开了一些疏胆利气的汤药，可朕啊，不爱喝呀。皇上，依民女之见呢，这刘太医啊说的也不错，只不过呢，这病不一定要靠药来治。不过皇上，你以后一定要少吃盐，什么酱菜啊、咸肉啊这些的上不了台面的，您就甭理它了。贝类海鲜啊也要少吃，您一定要多吃瘦肉、豆腐、鱼汤之类的。偶尔呢也要来御花园散散步，相信很快就会不药而愈的。看来啊，你真是朕的福星。传朕旨意，待会儿把朕的汤药给停了，一切都听晴柔的。顺便去转告御膳房。是皇上。方才啊，朕看到晴柔了，她可真是朕的福星啊！一句话就解决了朕的汤药之苦啊！朕看晴柔姑娘气色不错，而且这段时间照顾琪儿的伤也是尽心尽力。琪儿的伤也快痊愈了，你吩咐今天间选个好日子，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。皇上，本来我儿与这晴柔的八字就不是什么上上之选，这大喜的日子又见了红，我听相国夫人说，这都是不祥之兆。又是相国夫人说，你是皇后，就应该有母仪天下的气度，这些
都是内宅妇人之见，你也跟着起哄，以后不要跟他们说闲话了。皇上，这怎么是闲话呢？这关系到琪儿以后的幸福，我这个当娘的，能不希望她好吗？现如今，楚危未定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利用这个来做文章。有人说，晴柔这次被绑架是冲着琪儿去的，以绑架晴柔为名，实际上是想去伤害琪儿。甚至还有谣言说，这一切都是陈儿所为，这不是明摆着想挑拨兄弟俩的感情吗？你关心他们兄弟的感情是好事，但江山社稷的事情，你就不用过问了。皇上，我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吗？这陈儿、琪儿都是我儿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只怕是旁人动了不该动的心思。这历朝历代因楚危未定，导致皇子反目的事还少吗？说句大不敬的话，日后无论兄弟俩谁继承了你的位置，我还不是一样，是稳稳当当的太后吗？我干嘛要给自己添麻烦？臣妾只是不忍心看着社稷动荡，骨肉相残呢，皇上。皇后的话也不无道理啊，朕一定会好好考量考量。哦，过几日就是牡丹花会，朕让他们二人替朕出席，届时朕要好好的考量一番。你呀，就是嘴硬，明明关心未来老公还不承认，切！我哪有？我就是觉得我这未过门的要守寡了，多不好。嘿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王爷，你来了就好，你陪他在这瞎聊吧，我可要回去睡我的美容觉了。拜拜。哎，你也下去吧。是。没义气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屋里太憋闷，出来透透气。对了，这真是个好东西，改日叫你那位朋友来见我，本王必重重赏他。你不用赏他啦，赏我就得了，我替他领了。这又是什么？这个呀，叫做足底石子按摩疗法啊，它可以按摩脚底的穴位，达到活血通络的效果。虽然开始呢会有些痛，但到了后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的。只是好奇。你看，你们这儿的星星多漂亮啊！真羡慕你们，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星星。在我们那里，想要看到这么美丽的星星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星星点灯，点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。青柔，你怎么每日都如此开开心心？我们认识也很长时间了，似乎从未见过你垂头丧气的样子。我觉得吧，这人呢不可能遇见出门就捡元宝的好事儿，所以呢，开心呢也是一天，不开心啊也是过一天，而且不开心又能改变什么呢？所以干嘛不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呢？就拿你来说吧，你呢是皇帝的儿子，又是货真价实最顶级的高富帅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？是不是啊？哦，只是今日见到独孤，心中有几分不安呢。我与他刚相识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子的。
我感觉他变了，我们之间似乎存在了隔阂。这人呢，都会变的。而且呢，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话：人生呢，就是意外和变化。很有道理啊。可是亚里士多德是何人呢？就是我们家乡的一个教书先生啦。可这话说的颇有几分哲理啊。想不到，一个教书先生，竟然有如此的见地。可是，有些情感是永远不会变的。突然说这个干嘛？王爷，我家尹少爷被府尹派人连夜抓走了，说他私放印子钱，可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啊！王爷，你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家少爷啊！启禀王爷，老爷命我接小姐回去，这么些天真是打扰了。老爷说改天定会登门致谢，还望王爷放人。小姐，老爷说了，只要您回去，一切都好说。再说，尹公子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就算为了尹公子，你也不宜继续客居在此啊。你们这是威胁我？小的不敢，小的只是奉命行事。嫣然，你若是不想回去，我自有办法救尹浩。王爷当然有办法救尹公子，只是此事还要一番周折，真要闹起来，尹老将军的面子也不好过呀。不就是想让我回家吗？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吗？我跟你回去就是了。表哥，你放心，我会回去跟爹说清楚的。那小的先谢过杜小姐了。小姐请。王爷，我们告辞了。这个杜毅为了逼自己女儿回家，竟然敢随便乱抓人，真是有什么样的爹，就有什么样的闺女。可舅父对尹老将军不满由来已久，我就怕此事不会这么容易就算了。那他还想怎么着啊？贤妻，照我说，你就赶紧把杜嫣然娶了，我看那老家伙怎么说。敢欺负我大哥，哼，找死嘛！你看着我干嘛？我怎么了？要不，如你所愿，我将嫣然娶回府里，这样你们二人当姐妹可好？你娶！你不孝女，怎么不躲在灵亲王府了？看到没有啊？他就是这样对待你的真心的。他是要去救尹浩的，可我不让。笑话！堂堂一个灵齐王去救尹浩，是你能阻止得了的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不就是想让我嫁给谢言辰吗？我答应你，但爹也要说话算话，放了尹浩，并且把证据销毁，以后再也不准拿这个威胁他。吃了苦头，才长了点心眼儿。好，爹答应你，但万花会之前，你哪里也不许去，给我好好的在家里待嫁。哎，你好好的劝劝他。阿弥陀佛，不知相国大人唤老衲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你是个聪明人，
我也不绕圈子了。1年1度的万花会占卜就要开始了，最后的结果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相国的意思是要老衲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占卜为窥探天意，老衲不敢胡言乱语。哼，你少装腔作势！别人不了解你的斤两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别以为你剃了度，走在这些高山大川，你就是得道高僧了。大师爷说了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即使占卜，就未必是真的。你说是吧？那是。这些年多亏相国提携，不然哪有老衲今日啊？不过相国放心，此事老衲当鼎力相助。启禀皇上，1年1度的占卜结果，今年2个字：女星。凤穿牡丹，龙飞天。此签何解啊？天意所出，自有其意。皇上乃真龙天子，老衲断言，过不了多久，皇上定能明了天意。下去吧。阿弥陀佛。凤穿牡丹，龙飞天。皇上，这是皇后娘娘给您备的参茶，还嘱咐老奴让您多多休息。放这儿吧。哦，对了，小秋子，这女星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奴也不知道啊。难道说是有一名女子会助朕的社稷振兴？那凤穿牡丹，龙飞天，又是何解呢？皇上，这会不会是和几日后的万花会有所关联呢？届时几位王爷都会前往，还有各公卿大臣家的小姐也会出席。难道说，这凤穿牡丹之人会在其中？万花会。哎呀，我的孩子，你受苦了。没事，快扶他进屋。是，快点。流水无情，我看3王爷心意的人另有其人。青柔，你为何对这些空谈国事的书生感兴趣？什么叫空谈国事啊？你好歹也是个官二代，根正苗红的，怎么就没有一点当领导的意识呢？我告诉你啊，知识改变命运，学习成就未来，智慧铸就人生，学习挖掘机技术哪家强？中国山东找蓝翔。蓝翔？哎呀，这个不重要。快，过来！哎，快点！哎呦！听闻这2王爷有意娶相国之女为妻，这可是门当户对呀。哎，我听说这杜小姐呀，有着天下至高无上的命格。至高？那不就是母仪？嘘，听闻这杜小姐心仪的是3王爷，为了此事还闹了不少笑话。哎，杜府上下不得安宁。唉，
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嘛，不然他还能怎样？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我看三王爷心仪的人另有其人。乡野村妇，无父无母，大喜之日即招来血光之灾，定是不祥之人。你为何在此大放厥词？皇上是明君，广开言路，社稷之事自有我们文人来探讨钻研。五色土祭天是为社，五谷之神是为祭。社稷二字指的乃是国土与民。为文人者，自当上忠于君主，下怀于民生，为天下苍生而奔波劳苦。尔等不思国计民生，却在这里妄论闺阁女子，是为文人之耻，还不如田耕老农。这里的老板伙计也算是为国服务，可你们呢？这就是你所谓的学习成就未来，智慧铸就人生？哼，不听也罢。这人是谁呀？是装什么呀？手这么大气，不是啊？在绝望中寻找希望，人生终将辉煌。干巴爹，拜拜。这什么人？什么人呢？这是？说什么知识改变命运，荒谬！这个呀叫社会舆论，社会舆论可是会害死人的。文人的笔呢，可是一把锋利的刀啊。所以啊，我就觉得他们说什么杜嫣然的命格，绝对不是空穴来风。不信你就等着看吧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在我们老家那边呢，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明星啊，就是女歌妓了，反正特别多人喜欢她。她在25岁的时候就自杀了。她的遗书呢，只有4个字，那就是人言可畏。还说本王歪楼，本王虽不知你说的歪楼为何意，可你这楼未免也太歪了点吧？你这现学现卖的太快了吧？呵呵，多谢夸奖。嘿，打你！走了，不跟你玩了。哎，独孤，你何时来的呀？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难得见王爷一笑，所以不忍打扰。哦，本王也说不出为何，一见着尹晴柔，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。王爷，我是来辞行的。哦，要去何处啊？一些私事，要去一些时日。需要本王帮忙吗？不需要，只是一些小事。独孤，容本王问一句，你要走，可是因为晴柔啊？不是，王爷多虑了。哦，那就早去早回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们再管我一天，我就砸一天。等东西都砸没了，我就砸我自己。你不要啊，女儿，女儿别生气啊，女儿别生气。老爷，你都关了他这么多天了，也该让他出去走走吧，全当是去散散心嘛。要不然依咱们女儿这个脾气呀，嫁到灵王府，还不把王府掀翻了天呐？好吧，今天就是万花会，我就让你出去。到时候你要好好的表现一番。我不说，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办吧？尹浩那小子，我能抓他1次，就能抓他第2次，看着办吧。爹，我都已经同意嫁给二表哥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那日说过，再也不会追究了，并且证据也都已经销毁了，为何现在你还要这样威逼女儿？证据销毁了，难道我就找不到新的证据了？
尹浩那小子的安危都捏在你的手里。走。娘。 小姐，今天是城中盛事，各公侯世家的小姐、公子都会出席，说不定还会见到尹公子呢。到时候告诉他凡事小心，岂不是更好？杜小姐，我都听说了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 我会像对待亲妹妹一样对待你。别这么说了，现在想想，我以前真是好不懂事，还三番五次的让你给我收拾烂摊子。以后不会了，你放心，爹已经把证据销毁了。以后你凡事也要小心为妙。可是你真的要嫁给谢言辰吗？ 不嫁又能怎么样呢？再说这几日，我也想了很多。我对延启表哥，其实想通了，也没有什么。现在能看着他开开心心的，也觉得很好啊。真的什么别的想法也没有了。 你也好好的，别再让大家担心了。二哥，开始了。哎，你看，你看。 大家安静安静，我们万花会现在正式开始，有请各位才子佳人献艺。好歹你也是皇子，赶紧上！二哥，你为长，我为幼，自古就有孔融让梨之佳话，还是你先吧。我的文采一向不如三弟。 还是你来吧，看看你们，还是我先来吧。年纪这么轻轻，是啊。我居北海，君南海，寄雁传书谢不能。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持家但有4利弊。 治国不齐3折弓，想得读书头已白，隔溪圆枯瘴烟腾。哇塞，帅好棒！既然四弟开了门，为兄就不客气了。才华。哎，又有位公子上。哎，是啊，这回又是谁呀？ 开封地脉，花醉疑。不对，他怎么知道这首诗的？至今犹为天下奇。孔双双在他那儿。花开真的假的？20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。二哥的诗磅礴大气。 又将这一城之人爱花之状描绘得如此生动传神，小弟自愧不如，甘拜下风。什么输赢的，不过是切磋罢了。王爷前夜做的那首《咏牡丹》，小女虽然不才，但也觉得真真是极好的。三王爷，不妨拿出来与我们共享吧，大家说是吧？是啊。 哦，你说那首啊，不妥不妥。
如何不妥啊？小女真的是觉得是极好的。不如这样，我来执笔，轻柔吟诗。这美女咏花名，想必别有一番风情。好。芍药腰无格，池上芙蕖尽少题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我未曾料到过，我独孤远也有今天。等我再回来，我一定可以把它忘得干干净净。我从来都没有忘记我是谁，我该做什么。杨大学士是我朝第一个大三元，一向为文人典范。不知杨大学士以为这两首诗如何呀？杨某有话直说，不是怕得罪任何一位王爷，只是这两首诗真的是淡妆浓抹，各有千秋，不分高下。在下实在是难以评价，惭愧，惭愧呀！下面有请去年的花魁杜嫣然小姐。二哥，你看，跳得真好啊！准备好了吗？我歌舞都一般般，要是不来点特殊效果，怎么夺人眼球啊？哎呀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。我呀，已经收集了一大袋的牡丹花瓣，等会儿你表演的时候，我就通过鼓风从房上往下撒，绝对是冷冷的发语无情地在脸上拍。瞅你那傻样！杜姑娘裙子上的刺绣啊，可是近来才出现在苏州城的凤川牡丹。这种刺绣啊，刚刚出现在苏州城，很是漂亮呢。是啊，还有她头上的钗，好特别呀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花色。我早就听说啊，这杜大小姐啊，是引领京城闺秀美艳之首的。看来呀，果真是名不虚传呢。是呀，妹妹，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。黄金蛇还有个名字，叫龙蛇。据民间的传说，是有仙气的蛇。经过修炼和上天的考验之后，活过1000年会长出脚来。龙蛇经天劫后，可以化去蛇身，成为真龙。据说这是上天让龙子下凡之前历劫锻炼的。嘿，阿柔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这什么又是龙又是蛇的？你赶紧想想办法，别让他们得逞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
感觉不是什么坏兆头。我们呀，只要跟着杜嫣然走就对了。啊，牡丹、龙蛇，牡丹花瓣我们有了，可是龙蛇怎么办啊？哎，交给我。下面有请尹晴柔小姐登台献艺。我以为当个花魁会有奖金什么的，谁知道就给了一朵大红花。你们主办方也真够抠的。晴柔，你为何如此喜爱钱财啊？因为钱最靠谱啊！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我现在啊，拿去给德姑看。不用了，他走了。走了？他去哪里了？你为何如此紧张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朋友一场，那走了我应该给他送行什么的呀。送行？你不会挽留他吗？他走自然有他的道理啊，我为什么要挽留啊？哎，对了，你觉得我今天舞跳的怎么样？说起这万花会，我也觉得奇怪，你为何突然间转个不停呢？我记得你平常是不爱跳舞的呀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杜印跟谢言辰肯定在里面搞了什么幺蛾子，所以我就跟着杜嫣然就对了。他有牡丹，我也有；他有金蛇，我有小龙，肯定是玩什么上天旨意那一套，说什么他杜嫣然的老公肯定是未来真龙什么的，所以啊，现在被我一折腾，肯定坏了他们的好事儿。谁让我的未来夫君也是真龙呢？真是大言不惭。你可别得了便宜又卖乖，我这还没过门呢，就为你到处着想，你可别到时候掉链子啊！别忘了，我的未来夫君可是上天旨意的真龙呢。竟有如此之事，照此说来，这两个女人都有兴国之兆，都有母仪天下的命格了。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这岂不是荒唐？皇上，这万花会以后啊，
老奴多了个心眼儿，派人到京城的金铺去查了一下，发现这数月前，相国大人就已经命人打造金龙发簪。您说，这会不会是？占卜之事，只有你知，我知，连皇后我都没有告知。哎呦，皇上，老奴没泄露出去呀。谅你也没有这个胆量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我对你这点信任还是有的，就当是巧合吧。堂堂相国，却把事情办成这样。我不敢直说二王子是真龙天子，只好让悬空的老和尚去说，即将嫁给他的女子是母仪天下命格，谁想到又被尹晴柔那丫头给破了。今日不查，谢言其必有防备，以后再用此类招数，恐怕更难奏效。不如在他身边安排个细作。公主所言甚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哼，我养你何用？到手的花魁都能飞了，不争气的东西！从今天起，你在家里给我闭门思过，哪儿也别想去。爹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让我饶了你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快些嫁给谢言辰，我就放你出去。那你还是管我吧。朽木不可雕也，你给我好好反省吧你。哎，我说哥呀，你能不能别再晃来晃去的了，跟个苍蝇似的。我头都大了。嫣然没能拿到花魁，回去之后他爹肯定又不会放过他，你叫我怎么能坐得住啊？哟，这嫣然叫的，可真够亲切的呀！不行，我得去看看他。哎，你别走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要万一他真的被罚了呢？那我就救他出来呗。那你打算怎么救？我说你不会就这么单枪匹马勇闯相国府吧？拜托你用脑袋想想，那相国府是菜市场吗？你说进就进，说出就出吗？哎，不然怎么办？晴柔说的有道理，你只身闯相国府，就算救得嫣然，也会因此祸及家人。越是慌乱之际，越要审时度势，慎重行事啊。这恋爱中的人智商果然是负数。不过多亏你有我这个好妹妹。难道你有办法？那当然了，还不快来谢我？晴柔，你若已有了计谋，就别卖关子了，速速告诉他便是。切，你们男人果然都是一条心。来，听我说啊，我们可以这样。哎，你到底会不会啊？哎，别瞎指挥。哎，我说晴柔，你这么帮助杜嫣然是几个意思啊？哎，我这哪是帮他呀，我是帮我哥，好不好？你看他那茶不思饭不想那劲儿，跟丢了魂似的。你说堂堂一个7尺男儿，竟然变得这般模样，哎，我实在是瞧不下去了。你呀，就爱心泛滥吧，等他杜嫣然从里面出来，再找你麻烦，你可别哭啊。就你话多。哎，阿广，旁边没有人吧？这个东西不会伤人吧？放心吧，比枕头砸人轻多了。麻利呼！哎，晴柔，你说你这个东西如果抛错了地方，被别人看到了可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外人看不懂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署名，只有我哥的暗号。什么暗号啊？
你就别八卦了，这是人家的小秘密，好吗？我们还是快走吧，别一会儿让别人发现了。走。小姐，小姐，外面院子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你看看。来，给我看看。你下去吧。是。这是什么呀？我这次来，是想让皇上赐婚，把嫣然许配给严琛王爷。哥哥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嫣然自小与琪儿亲近，你不怕她不答应吗？我这次进宫，正是嫣然让我来的。嫣然真的答应嫁给辰儿了吗？正是。这我还真就不明白了。还望娘娘成全。哥哥，我们是自家人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？嫣然真的答应嫁给辰儿了吗？妹妹既然说是自家人，那我也就直说了。我们杜家有妹妹母仪天下，才有了今日的荣耀。我就嫣然这一个女儿，她的未来不光是自己的，也是我们杜家的。我明白哥哥的意思，我也想让嫣然继承我的后位，以确保我们杜家家门兴旺。可现如今，太子之事，皇上并无主意，你怎敢如此揣测圣意？若是皇上无意将太子之位传给辰儿，你岂不是算盘落空？那就仰仗妹妹了，立谁为太子，妹妹的话才是最重要的。哥哥越说越不像话了，都是我的儿子，无论皇上立谁做太子，我都无话可说。可你的意思是说我左右圣意，在自己的儿子之间做选择吗？娘娘息怒，我这也是未雨绸缪。毕竟皇位只有一个，立谁为太子，这是皇后娘娘必须要做的选择。与其到时候慌乱不堪，不如早做选择呀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坐会儿啊？演月，臣妾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做不到。看你那德行，既然夸下海口，要把有情人整成眷属了，那你就做到啊！记住了啊，什么时候都要学会处变不惊。哎呦，秦柔，王爷来了。何事如此慌张啊？还不是因为野浩那事儿吗？上次你不是说有解决之道吗？解决什么呀？哎，就往人家门口放一个纸飞机，那消息人家看不看得到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你天天就知道损我，不损我能死啊？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你，会，一定会的。这纸飞机又是何物啊？罢了，本王倒有一计，可以一试。什么办法？不知本王说了可有好处啊？我说谢延琪，我浑身上下全是优点，就那么一点点的毛病你就学到了。拜托拜托，你就告诉我吧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让父皇母后相信他二人两情相悦，才能让父皇下旨赐婚。下旨赐婚？对啊，皇上金口一开，任谁都不能反驳。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你又有什么歪点子？
我嘛，只是想去找一个人帮忙。谁啊？当然是我们最最可爱的小四啦。小四。哎，帅哥，一个人啊？我正觉得无聊，正好你来了，来，陪我喝2杯。喝酒嘛，好说。不过呢，本姑娘是来找你帮忙的。哦。你要是答应我呢，我就陪你一醉方休；你要是不答应我，不行，你必须答应我。帮忙还必须？嗯。那我得听听你这事儿有意思没意思了。废话，没意思我能来找你啊？说来听听。我希望你能让皇上帮忙赐个婚。赐婚？父皇不是已经给你和三哥赐婚了吗？不是我，是尹浩和杜嫣然。亏你想得出来啊！怎么着，你就这么怕杜嫣然把三哥抢走，这么着急把她嫁出去啊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他们2个是两情相悦，好吗？而且啊，我浩哥都为了这事儿急出病来了。先说帮不帮？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万花会的时候，我看他们俩眉来眼去的。没想到我嫣然表姐还挺有趣呀，明明说非我三哥不嫁，没想到居然和尹浩。知道什么叫做缘妙不可言吗？小四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不帮。哎呀，小四，你就帮帮他们吧。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这个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。这件事儿我可不想插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一向不插手哥哥们之间的事儿啊。我呀，只想做这花间一壶酒。不对，你情绪不对啊，小四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？哎呀，别喝了，有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嘛。就咱俩这关系，我就给你平了。这事儿，你可平不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晴柔，你说尹浩和杜嫣然真的是两情相悦？那当然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和你做一回月下老人。说吧，让我怎么帮？太赞了，够哥们儿。其实啊，特别简单。就是想让你去劝服一个人，然后演一场戏。快，说。母后，王爷，儿臣参见母后。是萧儿啊，今日怎么这么乖，早早就过来请安。母后。儿臣多年来四处云游，很少陪在父皇和母后身边。如今回来了，自然要勤快一些，多陪陪母后。对了，母后，儿臣知道你喜欢花草，特意搜寻了西域的奇花种子，进献给母后。你能有这份心意，母后很是欣慰啊。母后，儿臣听说，嫣然表姐被舅父禁足于府中，已多日不曾出门走动了。是啊，这事我也略知一二。嫣然也曾托人带了书信来，希望我劝说他父亲放了他。我也正为此事为难呢。不知是因为何事呢？还不是因为他的婚事吗？你舅父希望她嫁给你二哥，他不同意。可儿臣听说，嫣然和尹浩已经是情投意合，两厢情愿，难道舅父不知情吗？尹浩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千真万确，儿臣不敢隐瞒母后。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怎么平白无故多出个尹浩呢？儿臣听说，嫣然表姐常去三哥的府上，其实是为了尹将军。依儿臣看，母后何不做个顺水人情？劝父皇赐婚于二人，也算是成就了一桩好姻缘。那怎么能行？尹浩只不过是个臣子，
就算尹老将军战功赫赫，尹浩将来也顶多就是个将军。再说了，我已答应你舅父，求皇上将嫣然许配给你二哥了。母后，儿臣认为此事万万不可。为何？您想啊，嫣然身为相国之女，在下皇子必将引起朝廷上下震动。母亲可知，自古以来，那些外戚专权的下场吗？就算母后和舅父没有存在那样的心思，可万一父皇怀疑起来，母后又如何说得清楚？再加上满朝大臣难免闲言碎语，这对母后和舅父的清誉是无益的呀。这我倒是没有想到，可我已经答应你舅父了，现在反悔，他恐怕也不会同意吧？不如母后先把嫣然表姐召进宫来，我自有解决的办法。好，好。大人，何事惊慌？刚才宫里传来消息，说小姐服毒自尽了。什么？皇后娘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早上我与嫣然提起，要将她嫁给陈儿，没有想到她竟然服毒自尽。此刻御医正在诊断，也不知道这条命还能不能保住。皇后娘娘，相国大人，小姐服的毒甚是奇特，臣无法断定，脉象也犹若悬丝，无法判断，更无法下药啊！废物！你要是治不好小姐，我饶不了你！臣无能，望大人恕罪。皇上驾到！嫣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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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啊！嫣然，放手！你快点放手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请皇上恕罪。皇上，没想到小女的事惊动了皇上，老臣罪该万死。找到解毒之法了吗？启禀皇上，此毒貌似来自西域，臣一时半晌还找不到解毒之法。你说此毒来自西域？是。父皇，儿臣曾经游历西域多次，见过西域的巫蛊之毒，不如让儿臣一试，给嫣然诊脉。好，去吧。父皇，以儿臣推断，此毒乃是西域的五虫之毒，毒性虽不猛烈，但难以根治。恰巧儿臣在古书上看到过解毒之法，不如让我给嫣然煎药吧。此方甚好，那你去吧。走，请。父皇，父皇，药已煎好，只是有几味药引都是毒药，眼下只有以毒攻毒的方法才能治愈啊。那，快给他喂药吧。慢，此药毒性不弱，必须有人试过，观察无恙之后，才能给病人服用，否则毒上加毒，就真的无力回天了。我来试药。慢，尹老将军就你一个独子，你要出什么事，那让朕情何以堪呐！
启禀皇上，殷浩已对嫣然心有所属。若是嫣然死去，殷浩也不会独活。这药无需别人来试，必须我来。大哥，你疯了！脉象平稳，也无大碍。太好了。嫣然，嫣然，你醒醒！醒了。嫣然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好啊，醒了就好。殷浩，你立了大功一件，朕一定要嘉奖于你呀！启禀父皇，尹浩替嫣然试药，赤子之心感天动地。既然两人两情相悦，还请父皇赐婚，不如就让有情人终成眷属吧。皇上，万万不可呀！殷浩不求皇上赏赐，只求皇上能让我与嫣然成婚。父皇，儿臣也请您赐婚于二人。皇上，既然这样，还是问问嫣然的意思吧。如果嫣然同意，何不成全这桩美事呢？嫣然，你意下如何呀？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朕就将嫣然赐婚于你，日后你要多多照顾。谢皇上。恭喜尹将军，恭喜大哥！大哥，还不赶快谢谢我？我这都有大嫂了。谢谢妹妹，谢谢大家。居然没有想到嫣然会服毒，差点闹出人命。什么服毒啊？其实啊，是小四的归西丸罢了。归西丸？你说什么呀？还不是你这个好妹妹出的主意吗？连父皇都敢蒙骗。怎么了？你要告发我啊？我若要告密，你还能活到现在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其实是这样的，我呢，先是让嫣然服了归西丸，然后让她表面上看起来像是中毒。随后发生的一切事情呢，都是为了逼你出来而唱的一出戏啊！难道这是你们设下的圈套？这可是皇后娘娘都知道的。妹妹，还是你聪明。那当然，小猪可不是白叫的。这试药一事啊，乃是嫣然的主意，也是为了测试你的真心。如今这段婚姻，正是因为你的勇敢无畏感动了她。哎，四王爷呢？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他呢。哎，小四呢？刚才还在这儿呢。
凌晨王到。舅舅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才半天的功夫，嫣然就白白便宜了以后那小子？皇上开了尊口，你我怎敢违抗啊？那你说现在怎么办？王爷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。这一次，王爷得舍出你的心头肉了。你是指你的双儿？双儿见过王爷、相国大人。双儿，你可知道我找你来所为何事啊？双儿不知。双儿，相国大人打算收你为义女，你可愿意？双儿不敢高攀。哪儿的话呀！从我一见到你，就觉得你跟老夫投缘呢。啊！还不快拜见义父大人！双儿拜见义父大人。好，好，好，快起来吧！义父，可是有什么烦心的事吗？双儿啊，既然叫我一声义父，我也不瞒你了。我这一生必定是要辅佐二王爷登上皇位，可是那谢延琪却处处和二王爷作对。自古长幼有序，二王爷本应该就是太子。你能这么想，我非常高兴。你愿意为我和二王爷做事吗？双儿危难之际，是王爷救了双儿。现在相国大人又是这样的抬举双儿，无论什么事，双儿必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不愧是我的女儿啊！双儿，这次要为难你了。王爷想让双儿做些什么呢？我和二王爷想让你成为谢延琪的女人。吓我一跳！哟，把你吓傻啦？瞅你那小眼神儿，生无可恋似的。别闹，我有心事儿。哎呦喂，这自从到了古代，我可就没见你烦过。好吧，说来听听，也让我尽尽闺蜜的本分，帮你排忧解难一下。去死！顺便也让我乐呵乐呵。去死！我今天看着四王爷，觉得他心情不好，好像有心事儿。我想帮帮他。我也觉得他怪怪的。阿光，你不会是对小四的讨厌？你不会是对小四那个什么了吧？没有，我就是看他心里难受，我心里也挺难受的。青柔，咱们帮帮他吧。怎么帮啊？哎，青柔，我都打听清楚了。别看四王爷平时嘻嘻哈哈的，其实啊，他也是受过情伤的人。那然后呢？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我觉得吧，他肯定也是无时无刻的想着他的心上人，所以咱们就像上次骗皇上那样，把他的心上人给召唤出来，让他见见，好不好吗？不好，我们都不知道他心上人长什么样。我都打听清楚了。哎，他们家里啊有一个那个女孩的画像，咱们就这么着把那个女孩的画像给偷出来，行不行嘛？
小四，我们来找你玩了。广公公，哎，你们王爷呢？四王爷一早就出去了。唉，点儿背不能愿意受贿，咱们还是进去等他吧。走。阿光，你说小四会把这幅画藏在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只能先四处找找了。哎呦，你说小四最喜欢在房间里面藏一些美酒了，要不我们先去找找看吧？好啊，走。李姑娘，您还是等四王爷回来吧。我跟你们四王爷那么熟，哎呦喂！尹姑娘，好疼！尹姑娘她有疯牛病，是麻风病，你赶紧去找太医，一会儿就不得了了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！不行了，我快不行了！你才有疯牛病呢！哎，我这不一时口误吗？好了好了，赶快去找吧。好。阿国，你快来看！啊，这个是不是就是小四朝思暮想的人啊？应该是吧。哇，你看她长得多漂亮啊！可是为什么她穿着戎装呢？哎，行了，先别想那么多了，赶紧把她的样子记下来。你以为我是照相机啊？咔嚓咔嚓咔嚓就能拍下来啊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们私闯我的寝宫，还乱翻东西，看来真不把我看着王爷了。哎呀，小四，我都跟你这么熟了，你就别那么严肃了，好不好？轻柔，我看是三哥把你给惯坏了吧？没有呢。说吧，所为何事？我想，并非只有喝酒那么简单吧？我这次来呢，是感谢你上次帮我大哥的忙的。那谢礼呢？谢礼？既然登门感谢，没有谢礼，那谢字就毫无诚意。谁说我没有谢礼了？哦，我是来邀请你参加我们的烧烤大 party 的。烧烤爬梯，什么意思啊？没听过没看过吧？保证你不会失望的。哎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好，我一定到。光，青柔，青柔，你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我最近辣条吃多了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啊，再见啊。哎，走啦。哎，刚刚那个烧烤 party 的事儿，你有没有跟三王爷商量啊？商量个鬼啊！那是本姑娘急中生智，好不好？嘿，还真把自己当女主人了。哎呦喂，我这也不知道为了谁。我知道错了。哎，你辛苦了啊。哎，翻脸不认人，你个小贱贱！你来了。王爷，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叫我王爷？怎么突然知晓礼数了？想必心怀鬼胎吧？其实呢，我是想办一个篝火 party。篝火 party？就是一个大聚会，大家一起喝喝酒、烤烤肉什么的。不可。为什么呀？我朝勤俭兴邦，而我等身为皇子，必须更加严于律己，以身作则。你若举行宴会，必然大有动静。若让父王得知这王府里大兴奢靡之风，必然会怪罪于我。哎呀，我只想找熟悉的人一起喝喝酒、聊聊天、吃吃肉，花不了几个钱的。这……哎呀，
求你了，你都没有吃过我烤的肉呢。你？保证你吃了我烤的肉，一定赞不绝口，乐得合不拢嘴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去准备吧，但是切记不可铺张浪费。欧了，没问题，拜拜。皇上，大皇子归天已久，这储君之事还望皇上早做决断。皇上，微臣斗胆推举二皇子。相国，臣在。你有何想法？启禀皇上，此事虽有关国运，但也是皇上的家事，臣不便多言。严晨是朕的孩儿，朕最了解。若将国之大任交付于他，恐怕今日他还难以承担。储君之事，众爱卿就无需多言了。臣等遵旨。杨大学士啊，臣在。朕近日偶感风寒，朝事太繁重，过些日子让严琦到我这儿来，帮朕处理一下朝事。微臣记下了。今天就到这儿吧，退朝。臣等告退。舅舅，你还有心思喝茶？你还有功夫喝茶？眼看着太子之位就要落榜了，若是让谢延琪当上了太子，你我可就真没好果子吃了。你慌什么？还不慌？难道你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了？皇上最近身体抱恙，表面上说是偶感风寒，可我问过太医，皇上这是久病成疾，若要康复，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这可是你的好机会啊！此话怎讲？你应该趁机多多探望皇上，侍奉茶药，多吃斋念佛，为皇上祈福，这样你的孝心必然上达天颜，下承民间。好，那我明日就进宫。不，今日就进宫。来人，在，准备进宫。是。哎，这是一种小虫子。哎，尝尝这个。哎，好，好。哎，多喝点吧。味道真好，我先不吃，我从来都不敬你一杯。来，这为何物啊？这个呀叫羊肉串。这如此吃法倒也新奇。吃一个嘛。三哥怎么样？此物竟如此美味。来，王爷，来。不脏了。来，我教你怎么烤。好。特别简单。来，拿着扇子，刷点油。好。转一转。
不好意思啊，打搅一下你们小两口。哎，王爷，我先借轻柔一下，一会儿还你啊。等我啊。就我也来试试啊。王爷，我帮您烤吧。慢着，让本王自己来。来来。哎呀，好了没呀？大头内门都准备好了，你快点儿。OK， 你那边，我那边。OK。来，好，王爷，你快点儿。小四，干嘛？跟我来。去哪儿啊？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哦。这酒菜不就已经是大礼了？还有什么呀？哎呀，跟我来啦！哎，快点儿！哎，来喝。哎，过来！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劫财还是劫色呀？你想得到没？快开！玉童，玉童，切莫上前！我这是用西域幻术召唤出他的魂魄，你要上前，他就散去了。你胡说！玉童明明还在世上，你如何能召唤出他的鬼魂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哎，小四！果然是你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只是想让你开心一下。逗我开心？逗我开心就用这种魑魅魍魉之术来哄我吗？尹清柔，你们太过分了！小四，你别喝了。小四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。那你能告诉我，雨桐到底是谁吗？告诉你也无妨。玉童是我心爱之人。玉童与旁人不同，她虽然说是女儿身，但是酷爱戎装，常常陪我骑马、打猎，巾帼不让须眉。就连这只箫，也是他送给我的。难怪。那他现在人在何处呢？他人在哪儿？我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儿。他仿佛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。那你这么多年是一直都在等他吗？清柔，你爱一个人，你可以等多久？我不知道。